抽选的面积呢12.7万，男抽选10万多Hello， 大家又見面啦！呢個係主題思想塔上面嘅風景。另一面可以見到我哋住嘅最高級嘅羊角島國際飯店。佢喺一個島上，俾朝鮮母親河大同江包圍住。有一晚喺酒店出面散步，周圍好靜，有零星嘅蛙鳴，仲有遠方嘅狗吠。嗰刻我諗起一本書，入面描述兩個背景唔同嘅青年喺黑暗嘅掩護下偷偷約會，但嗰晚冇乜聲。夜晚嘅活動範圍就只有酒店。嗰種寧靜之後，有時都會諗返起，好似第日清晨酒店望出去灰蒙蒙嘅城市，堆疊成我對呢個國度嘅印象。每日嘅行程都安排好晒，我哋可以喺限制範圍內自由活動。每團都有一位司機、2位導遊，仲有隨行攝影師幫我哋記錄美好回憶。隨處可見風格一致嘅畫像同標語。冇資本主義廣告同招牌嘅街道好乾淨，路途顛簸，但大家都唔捨得瞓覺。建设西海雪郊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不是發展的，不是發展的。大老遠嚟睇重要建設，似乎團友們對路邊啲櫻花多啲興趣。農場隔離有一個幼稚園，我哋參觀幾耐，小朋友唱出咁耐。最後大家決定快啲走。還有抽成戰爭戲，抽成那個美國人。怎麼樣做不一定該國家的前途。那麼第一個開會。返到平壤再去參觀少年宮，係學生上課外活動嘅地方。北韓好多學生會學英文、中文、俄文同日文都好受歡迎。大小小嘅小朋友都一樣落力表演，仲邀請我哋一齊跳舞、打友誼波。
地鐵深度同設計都行蘇聯風格，同莫斯科好似。站入面有好多革命宣傳壁畫，喺車廂入面仲可以同當地人傾偈。平壤其他犀利嘅景點都去晒，佢哋真係將最好嘅一面呈現俾我哋。可以住喺首都嘅核心階級，或者真係幾開心嘅。但要衡量一個國家真正嘅成功，始終要睇佢點樣對待弱勢。The rich people in Pyongyang bought here at Yagyeo and built cottages for their great people. 这个是泉水，因为这不是他们领。那你这个开城地区呢，是谈判的地方。到達兩韓邊界嘅非軍事區，會有軍人陪同保障我哋安全。逆者遭受民主分裂的痛苦。 조선반도와 동북아시아 세계 평화 안정을 보장하기 위해서는 The microphones are in North Korea at this time. 5年後喺另一邊望返過嚟，兩邊原來咁近，又好遠。成個旅程好似搭咗時光機，返到一個淳樸簡單嘅年代。對喺現代都市長大嘅小朋友嚟講，真係一個難忘嘅神奇體驗。在5年後嘅今日，世界又變咗一輪。希望你哋都過得好。